失眠，一样是只有寂寞光临的房间。手机里面全都是半生不熟朋友的留言，老掉牙的爱情影片，还是反复看了好几遍。无意间总点起香烟，像是悼念某一种想念。和我和他之间，有没有同样一种寂寞在蔓延？我们都厌倦相互了解，是习惯独眠，或害怕改变。你和我和他之间，我们的世界会不会有交叉点？也许某一天，某个地点，你等待的人出现。晚安失眠，一样是只有寂寞光临的房间。手机里面全都是半生不熟朋友的留言，老掉牙的爱情影片，还是反复看了好几遍。无意间总点起香烟，像是悼念某一种想念。有没有同样一种寂寞在蔓延？我们都厌倦相互了解，是习惯独眠，或害怕改变。你和我和他之间，我们的世界会不会有交叉点？也许某一天，某个地点，你等待的人才会出现。我们都太过善于遮掩，却又期待的太过明显，看不见爱情的残酷面。该向谁去埋怨？学会自己说抱歉。或许命运中那个对的人，他还没出现。你和我和他之间，有没有同样一种寂寞在蔓延？我们都厌倦相互了解，是习惯独眠，